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上任了头一摆，台北甲上海的双城论坛终于要开始了。但是讲到两岸关系，一言难尽。拄到双城论坛，马上就歹看面。你讲东西，我讲南北平，偏偏军演甲掠人拢无放令，这是安怎一回事？今日4位专家好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台大政治學系副教授陳世民。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第二位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退休教授楊泰順。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第三位台灣智庫資深委員吳錫佇。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資深媒體人謝和志。大家好，大家安。那麼咱來關心雙城論壇今仔日來舉行了，雙方面的副市長致辭來開幕。那麼上海的副市長宣布，要來積極推動上海民眾來台灣團隊旅遊，是這幾年頭一個宣布陸客團要來台灣的城市。台北市長蔣萬安嘛呼籲着兩岸的這個領導者對接對話，較接對話，那減少對立。歡迎兩位副市長以及各位長官。台北上海雙城論壇17日金華酒店舉行。這個論壇的主題是智慧治理，影響未來。在對等尊嚴的考慮之下，主論壇起稿由雙邊副市長致辭打尾頭。如今我們已戰勝病毒，讓論壇恢復實體舉辦。相信不久的將來，政治的寒冬也將遠離，讓和平穩定、互敬互惠的交流從雙城可以擴展到台海兩岸。兩岸同胞啊，從來都是一家人，我們常來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親。上海方面將積極推動上海居民赴台團隊遊，旅遊路線一定會包含台北市。上海市副市長花園宣布理解政策，上海旅遊團恢復來台灣旅遊。在台北市甲上海市副秘書長進行市政交流專題演講了後，上尾市長蔣萬安出席見證推動智慧醫療、加入耳仔囝物證交流，還有保育，簽署2項 MOU， 而且發表結義的致辭。和平之路儘管曲折，但值得我們負重前行。我認為要多一點對話，少一點對峙，多一點和平的橄欖枝，少一點衝突的酸葡萄，多一點漁船燈火的點綴夕陽，少一點船艦飛機的喧囂呼嘯。蔣萬安以民選市長的身份公開甲中國發聲，延續去年雙城好、兩岸好的主題，嘛應用今年情勢提出兩岸互動的方式。因為上海旅遊團有機會恢復來台灣旅遊，蔣萬安嘛正面看台。只要對台北市或是全台灣各地整體觀光產業的發展，能夠帶動商業的活絡、消費刺激，我想我們都樂見。台北上海雙城論壇從2010年開始，已經連續舉辦14年，今年是第15屆，也是台北市長蔣萬安上任以來首次主辦。雙城論壇已經辦真儕年啊，不過金華酒店的門口透早也是有抗議甲支持的團體，雙方佇遐劃來劃去，嘛有獨派團體衝入去飯店，落尾手去予警方趕出去。這一屆論壇分做無共主題，包括文化、交通、甲水利等等。因那花園一群人中晝佇君悅飯店請食到，按算下晡3點，上海代表團就會去大巨蛋來參訪。佇尾仔嘛會坐飛龍機離開台灣。記者綜合報道。咱今仔日哦，會來討論這個題目吼，其實這個時機吼也真趣味。那講哦，習近平在中國的境內啊，如此這般伊的軍權伊安怎拄安怎，甲美國伊佫發生什麼代志？啊，上海的這個雙城論壇啊嘛延前，本來應該是7月、8月迄陣時，前到即嘛。
这内面有啥物故事？这头一个，第二个，人伊副市长就讲，亲情愈行愈亲，朋友愈行愈近。啊，外面当然有必然的抗议啦，讲啊通奸。我首先要请教陈老师吼，这个伊军演啊，飞行机啊，搁咧飞吼，但是伊倒手甲正手做代志吼，彼此无共，唔知影，还是讲无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咱就正常发挥。老师安怎看待？不，中国本来就一直对咱台湾都是种恩威并施啦。啊，吼，一手吼讲啥物，我要学你良利，你要好。另外一手吼，伊的军事威胁从来拢无停止过嘛。哦，伊的飞弹从来拢无甲伊变较少过嘛。吼，这是一贯的一个统战的一个手法啦。吼，所以我感觉这嘛是对于蒋万安市长来讲，因为伊离2022年选举以前，伊其实有讲过，只要讲你中国继续来威胁、来军机老台，然后你军舰来威胁咱台湾安全，我都袂举办这双城论坛，因为伊正啊改变伊的说法嘛，当然伊爱家己承担伊家己的政治责任嘛，你这互人感觉讲你讲的话可能无够有诚信嘛，这就像讲过去马英九。2008年选总统的时阵，伊讲不统不独不武，结果伊选掉以后，伊讲伊的不统的意思是不排除统一。你这下台跳落，刚刚2008年选总统以前对不同的迄想法，迄是无共款的嘛。这样当然咱大家质疑，你想讲你是不是必是一个第二个马英九？所以当然这样这双城论坛交流当然咱嘛欢迎交流，样个卖讲有一寡迄种统战的这种手法，还是讲恩威并施的手法。老师，你认为迄通奸要是安怎来判断讲伊这是通奸？不，对中共来讲，中国共产党伊本身伊就有一个统战部，伊这个统战部内面的一个针对的对象，真正就是讲对咱台湾，伊的一个目的，基本上，伊就是希望讲要将咱台湾给统一过去嘛。当然，伊所有的一个做法，伊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要将台湾给统一过去。所以老师，你会当讲，譬如讲到今仔日咱录影为止，伊这个上海方面有倒一句话，还是什么动作是算作通奸？老师的判断？我只是怎样讲啦，因为这个团到今日才来台湾一天尔嘛。伊嘛在台湾两天一夜尔嘛。当然你嘛听无讲伊讲啥物，讲啥物话。比如讲我要互上海市民来团体旅游，这算通奸吗？要互上海市民来团体旅游，这基本上唔是你上海市副市长你会使做决定的。这个问题你也真正希望讲两岸会使讲旅游会使交流。会使讲大家互相来这个交流化，真简单嘛，你有开放自由行嘛，第一个开放自由行嘛，因为咱现在台湾对于大陆佫是开放自由行的嘛。第二个，咱台湾真正嘛是佫会使佫有旅游团，真正佫咧旅游哦。你只要你讲你今年6月以前你组团的，你就会使继续去。咱基本上咱是6月才禁止，6月以后你袂再佫组团嘛。因为6月以前你已經组團，你會使繼續去嘛。另外，你對你大陸來講，你袂使講做，現在做限制的，唔是講咱台灣嘛，主要是你大陸嘛。因為咱6月以前，咱本來離去年的11月，咱宣布要開放。所以老師，你認為伊講這個話是通姦？我講的伊講這個話，基本上伊並唔是講真正要促使咱兩岸旅遊會開放。交流。基本上，伊只是講要表達伊一個態度，因為這個態度，你要講伊好意，我嘛袂使講唔是。因為我只是講，真正是要表達好意，只是真簡單嘛。過去你真濟時間，你都會使講，你個團旅遊團，你的自由行都會使開放嘛。是，楊老師你安怎看？伊要開放，當然啦，到當為止吼，才來然後可能正式露面無夠半工嘛吼。有啥物動作，咱來講認為講，這無按好心，這是通姦，還是講無？伊這規個動作就算作通姦，還是講這就正常交流啊，無啥物了不起啊，老師。咱首先來了解吼，
中国共产党，还是讲中华人民的这共和国吼，本身是一个专制体制啦。啊，哦，那一个专制体制之下吼，伊的官员踮外口讲的每一句话，一定爱甲顶面的这意思爱会使符合的啦。所以我认为讲，伊今仔日来放出这个讯息吼，讲摆有可能要开放吼上海市民来台湾旅行吼，甚至讲踮咧台北吼来观光。我相信这是出发以前吼，都得到伊顶面的这官员吼，可以授权啦，有认可啦。放青钉啊！我唔敢讲放青钉啦，就是讲伊嘛可能放一个风向球啦，来看台湾的反应安怎吼，咱决定讲后一步要安怎行啦。不过伊这无顶面的授权哦，我相信伊这个战术吼，在上海市的副市长就按战术来讲吼，应该是唔敢讲啦。因为伊是一个专制这体制，所以伊规个这体制，伊对外口讲的所有的话，拢是内部讨论过。哦，即个官员嘛唔敢讲凊彩，就讲表示讲家己的意见。哦，这踮咧这中国大陆这社会内底，无可能有即款情况啦。哦，那所以安尼来讲，伊所有对外的发言，伊所有的动作，你拢会使甲看作是统战啊。哦对，比如咱踮台湾，咱大家讲的话，咱的目标，咱的目的，可能大家拢无讲，有的想要做生意啦，有的是讲要交朋友啦，安怎拢有啦。所以咱袂使讲一以概之，讲咱讲话拢是统战啦，哦。不过大陆伊是一个专制体制，这点咱袂使袂记的。所以伊要讲出来的代志，伊要讲出来的话，一定踮伊内部有一个讨论。老师，安尼就是足麻烦的。咱若是要甲伊正常交流，伊就是拢爱统战，这好也唔好。要交流的时阵爱注意啥物？若是有的人是真正反对，无就是讲夜白啊，头拄仔咱看新闻啊，夜白啊讲好。拒绝统战，人伊来就规身人拢是共产党啊派来的人，内面的迄个安电啊，扭起来拢是上级来指示的，伊就是安尼，你讲无，你袂当统战，就要安怎样？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有伊家己的目标，还是讲目的，还是讲利益，所以我认为讲甲大陆即款政权在交叉的时阵，咱都爱保守，咱都爱。坚持咱的利益啦，踮咧咱的坚持咱的利益，咱的原则之下，甲伊做交往，对咱有利的咱接受嘛，对咱不利的，咱都爱公开来声明讲，这我袂使接受的，咱都家己立场要徛好在啦，袂使讲像头仔讲的，讲即摆咱台湾对大陆的这个旅游，拢开放，拢无啥物了不起的限制伫的，这样你搞要检讨啊，对无？比如即摆对这个政权。无自由的这国家，咱的人民去遐可能受到迫害，咱是不是爱踮咧这咱的这去大陆的这做一寡什么？其他拢阿无奈的，对啊。老师，咱看这图表，这2024年10月份，唔才会讲这一贯的德清啊，伊遐是去创啥？伊要去中国去读45经啊，唔知安怎是讲用刑法300条吼，伊组织。利用回道门迫害法律实施罪，一个掠起。当然啦，咱陆委会副主席讲，你拜托你今晚你甲讲者，这我小等才会请教杨老师啊。吴老师，你认为讲陆委会副主席趁这个时阵，对这个副市对林奕华也好，还是对这邱万安讲，恁都要甲因讲，这有适当啊，无适当啊？当然是做一个主管大陆事务的这政府的这部门啦吼，安尼讲绝对是适当的啦，因为毕竟吼两岸关系吼，伊的影响嘛毋是讲地方的代志，嘛是影响到咱一个国家的代志嘛吼。我就嘛是要拄仔要来讲这个。这个上海市的副市长讲的，讲开放这旅行的代志啦吼。要来判断这敢是统战吼，敢是统战吼？即个来讲，你会其实看伊讲的话内底，会使字里行间会使看得出来。譬如讲，伊讲这个上海的来台湾的这个团客，一定会包括来台北市，一定会包括来台北市。这安怎讲？譬如讲。你要来台湾旅行，
敢需要讲一定爱包含来台北市？还这毋是家己要选择要对什么团吼？你要去对算家己自由嘛？那表示讲一定包括台北市这种话讲出来，这就是通证吼。因为咱的实上，你台湾人去日本，也是去各个国家去旅行。咱政府讲哦，你去你一定爱包括你爱去对一个城市。吼，这是标准的统战用语啦吼。第二，伊讲希望这个台北市甲上海市的交往会使伫咧文化、教育、交通各个环节拢会使合作嘛。啊，这合作交流，建立台湾人去中国的时阵，会使把上海当作是第二个家乡、第二家乡。啊，为什么是第二家乡？你敢知？因为中国旧年就讲啊，第一家乡只有伫咧福建。才是第一家乡。你看迄文件，讲台湾人来去中国发展，吼，会使甲福建当做伊家己的第一家乡，啊，第二家乡就是上海。啊，明明咱台湾人的家乡伫咧台湾呐，吼，所以这嘛是标准的一个统战的会讲的话，吼。所以当然交流这件代志。地方的交流，也是城市的交流，这当然咱会使乐观其成吼。但是问题，咱也是要判断讲，伊是不是统战吼？这统战绝对拢是统战，只是讲要安怎发现讲伊的统战是用咧对啦。当然过去中国对台湾吼，咱就用两条路嘛吼，硬甲软嘛吼，硬愈硬，软会愈软嘛。但是即摆毋是，即摆是嘛是相共的是硬愈硬，但是软的时阵爱看目的来软。吼，咱会看到，伊讲台北市一定有包括台北市，吼，这第二家乡，这就是软的有目的的软，吼，有目的的软呐，吼。那咱来讲两岸爱互相交流，吼，亲人吼，好朋友愈定咧交往吼，会使愈来愈近吼。但是上海的副市长讲这个话时阵，让我联想到。一样在上海的复旦大学一个教授叫何毅沈毅这沈毅教授伊就讲最近伊嘛从这方面讲，对台湾人免想好，台湾过去是殖民地甲香港相共啊，争落就好，互伊一棍就好。这一个复旦大学的教授，国际政治学教授讲的话所以咱会看讲，因为咱希望讲会使。两岸之间健康的交流，但是嘛是要讲话嘛是愈来愈多。这我要甲你加一个请教一下，就是讲，咱就是一定爱甲伊交流交往，企图希望会当慢慢影响伊，是不是安尼？我感觉交流是互相会使搁是讲无种政权像他杨老师讲，这政权咱无可能甲影响啦。对啊，当然啦。对台湾来讲，这个交流，咱希望讲这交流会使大家好来好去嘛，会使讲做朋友安尼。但是问题讲，咱台湾对甲中共的合作也是交流，咱无啥物目的啊，无政治上的目的嘛。咱也毋是讲今仔交流要去拍上海，要去拍北京要去占领因的土地无嘛。但是问题就是伫遮。人要对咱的交流，人要希望讲对咱的好是有目的的嘛。伊希望会使统战，伊希望会使统一，伊希望就讲恁社会会使分化嘛。嘿，这我会请教的好字吼。那咱台湾有一句话讲，人甲你争笑，你就爱甲争笑转去。在这个两岸关系内面，敢有可能讲伊甲咱统战过来，咱就甲统战过去，敢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啊？其实两岸对统战这两字吼，解说无啥相像。阮讲统战是讲，我甲你统战，是我一定要改变你，好，你改变你的行为，改变你对我的印象。伊毋是啊，什么样讲会对啊？对大陆来讲，所有的交流拢是统战啊。只要可以降低敌意，好，增加理解，对你来讲就是统战。我们讲的是完成式，他们讲的是进行式啊。那两字在两岸的定义上面无啥相像，所以你会让讲伊惊所有物件拢是统战。要毋过对你那会讲问民进党讲啊，开放来台湾旅游是敢有算统战？伊可能讲袂出来。啊，对大陆来讲，这一定算统战。好，因为它可以降低你的敌意嘛。
台湾人，阮台湾人看法是讲，你爱改变，你爱讲伊好，这个叫统战。你互伊统战了，你就会讲伊好话。这两话咧讲这无啥相像啦。我想讲旅游这代志啦，我讲啦吼，就杨老师讲的啦，这代志这物件一定是后壁有设计好的啦。要毋过我咧问你嘛，这代志敢是上海市咱决定的？台北市敢是咱决定讲我要开放团客？你无法度嘛，对不？这毋是讲的，要毋过伊即摆是讲抛一个风向球出来，吼。啊，无影咧，这毋是上海市台北市双城论坛人讲的啊。啊，即摆你陆委会、海基会要过来讲无？你毋是讲伊叫伊开放团客，啊，无影咧，你即摆你前面把事情闹那么僵，你现在怎么去接这个球？哦，你前一段时间把事情闹那么僵啊，你现在这个球你要不要接？人第一个就说，第一个就说在Sakura我来做好。蒋万安呐，好啊，你陆委会，那你这么你要这么刁难，我也不合理的。我这个东西明明就是该跟陆委会谈的，拍摄我就觉得这我留在双人论来讲嘛。啊，尾啊，今嘛大家各位后边不要讲，好，那是迄就是民众政府爱上脑筋的啦。啊，搁一个是讲，我是感觉讲，即届吼，民进党政府前啊做这个做啊无水亏啦，吼，因为这个东西你不可能禁嘛。啊，你讲两个副市长无爱，两个台办无爱互伊来，啊，搞个记者，6月的时阵，吼，陆委会讲啥？讲那是反正那是龚正来，吼，迄是2把手，吼。成绩我盖管，这个华园呢？华园你可以看那个上海市他们的党委员会，10把手吧，排名上后边的啦。啊，伊即摆来你讲，这你嘛爱讲，迄个你嘛讲，这你嘛爱讲，靠厉害，对不？你到底惩罚到谁嘛？我来讲是讲，即摆不管你看对方吼，是对手也好，是敌人也好，吼。你的对手是伊嘛？你的对手不是台北市嘛？不是蒋万安嘛？吼！你即摆这过去这几工吵闹闹，拢是台北市甲陆委会在吵啊。或是敢有这种可能吼？你算老实啊吼，老旧吼，老旧啊老实吼来吼，可能火力吼较无遐强。啊！你若是第1把手、第2把手来吼，迄毋是讲你来，毋是讲伊第几把手，是讲你以前讲这个双城论坛无啥会嘛？你即摆嘛讲伊灌到嘛是你爱处理啦，吼什么一连2个什么物件拢爱你处理，你以前就讲你这物件无啥了不起，你即摆讲你啥物都会当处理，到迄种道理，一般来讲吼，我拢是讲我袂当处理的物件。我讲我顶管的吼，替我处理。只有台北市政府说我什么事情没办法处理，你陆委会帮我处理。你陆委会说我没有办法处理，你要帮我处理，靠人啊呢？迄无理嘛。或是今仔日会变做你所讲的批评的这个情形，是毋是陆委会还是民进党的执政当局认为讲，我算的，互你第1、第2个来，互你放话，我搁爱应你，变做吼整个战局，互你咧主导。我袂，咁咪是？迄毋是讲你，我跟你讲，这毋是讲你搞的，我就问啦，搞的记者袂当来是什么道理啦？你讲以遐无新闻自由，所以我就不给你新闻自由，靠人啊呢？我做记者做阿久啊，对不？你不能因为我要怎么写，你就跟我讲说你可以怎么，你不可采访限制我采访，迄无理，他那边没有新闻自由是事实啊，好不是，这不是你限制他采访的理由啦。王老师，你认为伊无记者来？陆委会的讲法是安尼啦，伊讲法是啥物？伊9月无法度来的原因是因为今麦来伫台湾，中国的记者已经做侪，无需要去开放这9月。不是啦，老师我来讲啦，吼，阮做记者，你别人讲我今仔日就一定要去采访这啦，对吧？这无理嘛。但是问题，我今仔要采访的是我的自由嘛。你别人讲我全台湾，我今仔日一定要去看这场，这无理啦。
来，王老师，好，你个回应一下。我来讲吼，拄啊，单大哥讲吼，统战上面是统战哦，下面是台湾对统战，也是中国对统战的概念。我来讲，统战哦，基本上对中国来讲就是一套，就是讲我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叫统一战线。好，伊统一战线，因的解说是安熟悉，因嘛是安尼做吼。所以讲对台北市来讲，对伊来讲。唔是讲你是我好朋友哦，虽然讲话讲啊好听的，但是伊嘛是假设你是一个叛乱团体下的台北市市长选出来市长，这个角度，因为你是次要敌人，我主要唔是要拍你，但是咱即摆很主席，咱来合作，这个叫统战哈。啊，台湾刚好统战这两字，我必须，我们还是要回到学理上哈，没有用统战来形容台湾的啦哈。那我相信。你在做政治学的学者，他们会用统战对台湾。美国、日本，咱会使讲政府有一个宣传，咱改变讲，政治作战，唔是政治作战啦。你若讲要提伊来作战的目的，吼，咱今仔也会使讲，因为伊统战，所以我们要反统战，吼，这是会使安尼用。但是咱对咱家己要讲，咱一个国家的形象，吼，要希望大家来熟悉阮，吼，这唔是叫统战。好，这边不是叫统战，这个宣传啦。他对杨老师啊讲，咱家己爱这骹步了解，什么当同意，什么袂当同意，咱来立场啊说明清楚。是啊，我感觉陆委会也是讲海基会，基本上咱做一个政府该处理这中国的代志、两岸的代志，有啥物立场？爱安怎处理？完全讲该开就开，卖该禁就禁啊。对啊，所以两岸交流，我来讲，两岸交流，咱当然爱正面看待它，但问题是讲，咱台湾永远拢是讲言论自由，所以咱安怎咱的标准下，当然，我讲啊这，咱行这伊咱言论自由受限吗？第二，咱一直讲来者是客，但问题人真正有客随主便吗？咱逐摆去的时阵，咱来客随主便，因来的时阵，咱来讲来者是客，但是来者真的是客吗？好，这个是我们在认知这件代志吼，两岸的交流嘛是一直在进行。好，咱当然讲会使讲啊，年底到啊，年关要到吼，中国对台湾的统战啊，紧处理嘛，紧来处理，因为明年2月爱开对台工作会议嘛，你爱统整这个你做这代志的价值，爱做业绩嘛，但是咱。嘛毋是讲你今仔日要来，我无要互你来嘛，嘛是你会使来。你讲100几个人来，你偏偏要看迄10个人无要来，无互伊来，就刚刚讲这是陆委会对台对中国的不友善态度。王老师，你认为伊挑工那照会计所讲的，伊有第10位的来？我讲一下，阮一直讲民主的价值，吼。迄物件尊严对等，这物件是比顶悬的啦。你比方讲下骹啦，就要讲你对我安怎，我就跟你，这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嘛。就是以牙还牙嘛。你要讲我做甲叫你好，你要讲做甲同款，吼啊，不管名称什么东西，尊严对等，这意思我做甲有收马本，我再一摆甲你套回来呢。不是啊，就是比那个底下的那东西。那个真的没有什么意思啊，就说你不能跟他比 low 啦，你就说因为他没有新闻自由，所以我们也不给他新闻自由，这不得力啊。来，杨老师，你认为呢？对统战哦，这问题可怕的所在就是讲，伊个专制政权吼，伊会使国家的目标吼，伊个团体的目标拢集中起来哈，对。伊若要突破啥物点的时阵，伊会使上下一致吼来做这。咱一个开放的社会，咱就高卡真的多元嘛，对不？咱有的讲这，有的讲迄，吼，所以咱无法度统一嘛，所以咱要对这个安尼，这个集团国家的这个统战，咱就较吃力啦，所以我就讲，咱就爱家己爱了，骹步爱了解啦，看咱对啥物。所以老师，你有同意讲这陆委会实在是无需要去甲管制讲这高位记者啊，或者第一、第二的人无要来安尼。我感觉无需要，你用伊来的机会，对不？咱去做一下宣传，咱都爱突破伊的这统一意志嘛。伊国家的命令迄是真统一嘛，你爱受康受芳去甲破坏嘛，互伊分裂嘛。就是咱来一个整效等。对这个人，因为伊有政治的这宿命踮咧身上啊，所以伊可能伊讲话写文章无法度遐尼自由。
那毋过伊家己内心的变化啊，你无用这伊来的机会，互伊看咱台湾的自由，看咱台湾的开放，啊，你要安怎去影响伊的人民呢？我请因来听咱的。来上咱的节目是啊，惊袂到顶啦，惊袂到顶，你不要惊东惊西啦。戴老师，你安怎看？基本上啦，吼，这要愿意下下人入来，吼，这是每一个政府拢会使有的一个观念啊，吼。你像我咱去世界一寡国家，像我以前你法国读册，啊，我欧洲一寡国家，我听者足侪我的朋友，哦，一寡我大陆的朋友，啊，伊签证就行拒绝嘛。啊，伊也袂甲伊讲什么理由，伊要拒绝你就拒绝你，袂甲伊讲什么理由，吼。啊，这是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主权的显现，吼。啊，对于咱台湾来讲，吼，基本上我也无想要讲什么新闻自由，还是讲什么啦，吼。因为基本上像咱你马习会今年4个新闻，啊你中国，你知影允许咱台湾5个媒体，吼，会使去马习会采访，咱台湾也无讲什么代志嘛。像这就是讲媒体可能要抱怨嘛，对于这个问题，我是感觉讲，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政府，伊拢有这个权利会去决定要下人入来，无下下人入来，无下下人入来，基本上是无需要伊讲什么理由。你这个讲法，如果若成立，我要问讲，倒一种效果较好？不，这效果的问题吼，基本上就是讲，咱大家要交流，因为咱莫讲有一寡。迄种统战的这种尴尬，你既然你讲你要交流，啊，你昨你军机毋是搁继续来骚扰咱台湾，啊，你这就恩威并施嘛，啊，你这恩威并施，你就是通奸嘛，对。啊，你讲咩什么旅游团的问题，啊，台湾的陆委会那种讲啊足侪遍啊嘛，咱的旅游团尽量搁会使去大陆去旅行嘛，啊，你真正要开放，你国台办一句话都会使开放。安尼回头。打转来讲吼，这种双城论坛吼，是这项过去也签了我所知签了备忘录哦，签了40-50项的，啊，这个有结果，这备忘录是大家讲看咧袂记的意思安尼。那双城论坛为2010年开始办，好，一开始伊是2个城市，上海跟台北的一个交流，啊，备忘录基本上是对咱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交流。啊，到差不多2019年左右吧，你柯文哲将伊提升到一个两岸关系的层次，因为柯文哲你双城论坛讲啊，我嘛要促使讲两岸之间的一个互动、交流、信任上面一大堆的，啊，开始咱大家吼对这双城论坛的一个看法开始有叫改变，你这样，你有点改变的状况下，咱嘛袂使否认讲双城论坛只也是因为讲北京拢无要甲人做一寡官方的交流嘛。连海基协会都比较交流，这样变讲是唯一一个吼比较较高层次的一个交流，比较较高的政治人物，尤其咱台湾一个台北市市长，当然嘛是很高的政治层次的一个政治人物，去做这个交流。但是过去敢有啥物成效的？双城论坛为2010年开始，伊都公结目标要去培养善意，两岸的善意。啊，看起来是敢若无。基本上一明显嘛，两岸的善意。无培养出来嘛，两个愈来愈紧张嘛，愈来愈紧张，这是下人的责任。我相信，咱带恁甲别人拍相拍，一定会是问讲下人是先动手嘛，这是下人你用武力军事力量安尼你动手。这真正不美清嘞吼，也是。我感觉这思维哦是真歹咯来判定啦哈。这双城论坛今日会变一个讲一个新闻的焦点。主要是民进党的这政府组成的啊，就因为民进党这前以后，伊就甲大陆都抗中保台嘛，都采取一寡甲对大陆较敌对的这款立场啊，所以所有的这高层的这两岸的这款来往都拢断去嘛，啊断去以后大家嘛想讲明明这两边遐尼近，吼，人民之间的这个交流遐尼有需要。吼，就大家就想看有啥物机会吼，会使踮咧这政府无讲话的情况之下吼，人民会使交流，所以双城论坛的这在引起大家这注意嘛。吼，你若今日来讲，比如咱中央政府甲这大陆的政府，若会使直接来对话，双城论坛有啥物重要？不过两个这地方政府的这活动啦，尔嘛，
都无需要讲咱付出遐尼侪注意力嘛。啊，就是因为无其他的管道嘛，所以连海基会都讲，阮的这一贯道的道亲去互大陆掠去，你会晓替阮讲一下袂？你看，伊中央政府家己都无管道去甲大陆做交流，去做谈判，所以甲这希望架在这地方政府的这心中嘛。啊，你若今日会使直接甲大陆通一个电话，发一个法克斯，啊，人就会甲你回转来，你双城论坛都比无重要啊嘛。所以我讲这重要性，就是因为你其他的管道拢堵塞起来。老师，你认为这个肉粽头应该是啥物？肉粽头是中央政府啊，咱这两岸要安怎交流？咱人民会去大陆自由的这旅行啊，啥物哦，还是讲要开放伊的这记者，要开放伊的人民来咱台湾观光哦，等等，这嘛都系咱中央政策来稳准啊。这讲起来就是话头长哦，因为咱即马甲美国。甲全世界真侪国家咧抗中保台，咱莫讲保台啦，那抗中就变做是大家拢咧武的代志。啊，咱即摆咱这是一支骹一定踏伫内面啊吼，啊就要抽骹起来嘛。一定要抽骹，因为你即摆美国就嘛川普咧做总统啊，啊川普这个人的这个做代志的这个风格，大家拢认为讲伊这样是变化无常啊。啊，踮咧这个情况之下，你台湾若要保护家己的利益的时阵，你是毋是要开放较侪这个选择的迄个可能性啊？啊，不你拢对美国行，美国行话变就变，啊，你台湾要安怎抽脱？哦，吴老师，你安怎认为？好，我讲抗中保台哈，我是感觉这摆双城论坛然后我感觉抗中的意味没那么浓啦，保台意味比较浓一点啦哈，因为。我都要讲过嘛，你百几个人来嘛是，互你来嘛，哦，那只有10个人现得哈。那过来就是讲，海基会一直拢有试图的甲对岸来沟通嘛，哈，嘛是有传各种台湾人在那边受到政治破坏的一些状况的寻求答复嘛，但是已读不回嘛，哈，或者是现在已经也不读不回了哈，所以我讲这肉粽头当然。唔是咱台湾啊，是中国做的嘛，人是因掠的嘛，唔是咱叫人去叫伊来掠嘛，吼，这个在分得出清楚的。啊，第三吼，讲到美国吼，虽然讲我嘛是认同讲，川普是一个不可确定性的领导性格吼，但是问题是讲，卖袂记了吼，美国伊唔是一个完全总统吼来主导的一个政治的宪政体制啦，吼，伊个有国会吼。所以基本上台湾来讲，即马因为川普的不确定性，所以咱即马爱对美国的关系爱有一些保留。我刚刚讲，那可能就完全错估了台美关系的发展以及美国政治的现况啦。吼，我大家拢一直讲最好奇讲，安尼两岸敢需要交流啦吼。当然我就讲啊吼，两岸当然爱交流，但是这个交流虽然讲民进党因内底讲吼爱健康吼爱健康有序啦，但是我刚刚讲这个说法其实比较保守一点，甚至我觉得应该是咱的交流应该是爱互对用啊对。伫个中国知影讲吼，咱即马你也讲你要来台湾，吼，你的政治的目的，哦，你的这有这话语的诠释，哦，你希望讲你对台湾的统战，我讲真诶，你嘛爱讲台湾听会落去的话嘛，对无？你也讲你要来台湾是借一个政治舞台，互你表现，譬如讲进前这个中国青年团来台那个女学生讲的吼。讲这个中国台北，你讲这个话就是刺激咱台湾社会嘛。老师，我甲你请教吼，老师他讲健康优势，这可能较保守。对，是较保守。如果老师你若要甲出一个主意吼，你要叫政府爱安怎，更较健康，更较优势。都我讲过吼，咱面对一个会对台湾做政治统战的国家吼，这个政权吼，咱一定要有一个反统战的做法。咱反统战的话，因已经硬愈硬吼，软的有目的的软吼，咱嘛是爱硬的时阵，咱嘛是爱硬啦。当然，这个硬甲因的硬定义做法是无同嘛。咱比一个例，咱要安怎来硬一下？我讲，譬如讲，咱即马这个团，这个上海团。咱对着伊的台办这部分，
有做一个竞技的动作，这不是第一摆哦，前2摆就有啊，2018年的有2个啦，哈，这2个都姓李的这个副主任哈，限制来台哈，我来讲，这个其实很重要的意涵就是讲，台办是在做啥？台办咧，当然是讲中国各地的地方，他也是听这个国台办由上至下来控制嘛，你台办的功能就是你家嘛，哈，所以来。而且上海台办佫无讲哦，上海对台湾的统战的作为出侪吼，所以咱对这台办的这个作为，这个意涵其实要很重要。这是咱在有限的状态之下，咱才做硬所在啦吼。啊，任何时阵当然咱会使促进两岸互相来往，也是讲伫咧这无政治的这较敏感的部分吼。学校对学校哈，教育部分的交流，哈，体育的交流也是可以啊。不，你讲中国青年团来台湾，哦，那时候也是安排去棒球场嘛，对吧？去享受一下听台湾拿到拿到冠军的这个氛围嘛。他在讲这是台湾的国球啊，系啊。当然，伊无一定会接受啊，伊嘛是硬讲中国台北嘛，所以咱会知影讲，咱会使做的任何时阵伫遮，哦，当然你也是也引起台湾的社会不安，学生就抗议了，对，咱就看就是安尼嘛。所以我拄仔嘛是认同讲，杨老师都有一开始有讲啊，咱政府爱知影讲，咱会使做啥啦。啊，我刚刚讲，咱看到中国对台湾的统战哦，尤其在这一段时间的统战吼，咱拢看到是民间徛伫咧头前咧保台。咱政府其实有更有可以具体的动作，因为咱都知影讲，这个团来遮，伊的成员是啥嘛，伊会来做啥嘛，这好判断的啊。我意见好像我无共款啦。咱会使讲硬咧倒伊咧，硬讲对咱台湾人要去大陆，咱自今年的6月，咱政府都宣布，陆委会都宣布，讲大陆是橙色警戒，是感觉是个叫警戒。所以讲去啊，咱也无必要卖去，爱注意啊，你这宣布以后，你这命令落去以后，这款人，比如伊拄干到的杜亲要去大陆，你有甲办一个啥物讲习会了解讲去大陆的危险性嘛？你嘛是照样啊，你开了叫你家己去啊，这后摆去互大陆掠去啊，迄是恁兜的代志，迄袂使安尼嘛。你既然做一个橙色的警戒，你都要有相配套的政策嘛。啊！你踮遐卡大陆的人来咱台湾，我感觉这是不智之举啦。因为这是一个机会，甲咱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一贯道的道亲是集体去的吗？无，3个人去啊。3个人去，我大概知影讲你是要讲道。对，啊，你毋过你政府就发这橙色警戒呢？啊，你有啥物动作无？你啥物拢无做啊？你敢若发一个警戒，讲你家己负责啊？伊若是讲伊要探亲，我也知影伊去讲445条。啊，你是毋是？你像即摆陆委会伊的迄个网站，伊嘛有一个迄个短片，讲你去大陆啥物代志在做，啥物代志袂使做，对无？啊，对啊。啊，你是毋是会使讲更进一步？更较积极的啦，老师意思是安尼啦。当然是。不，橙色警戒，政府完全无讲过讲袂使去大陆。政府是讲爱甲你警戒，爱甲你了解，那有可能有4个警戒，这4个那个种类嘛。对，橙色警可能讲只是第2级安尼嘛。这毋是讲禁止你袂使去，你也是要去，你也是。但是老师有同意讲，他杨老师讲，爱较积极，爱宣传，爱讲哦，大家每一个。你也是讲爱到迄个时阵，你可能到第3级、第4级啊嘛。无，因为我看这个，我看到真惊，这毋那是掠民进党的呢，这有诶是掠国民党的呢。啊，有诶是毋知啥物政党诶吼，但是宗教诶，伊都用吼中国刑法300条第1款，讲哦，组织甲利用邪教诶组织，这一贯道变做邪教组织。我知影一贯道在中国诶活动吼真济，是毋是有啥物意味？我是毋知影。要好是，你认为这交流吼，咱是爱徛啥物立场？硬爱较硬，较积极诶。这到底是啥物定义啊？这几档互去遐被行卡起来，真济啦！我真济拢毋知影理由啦。要毋过一贯道的吼，我讲真正啊，你去问上海，伊甲讲你问讲广东，伊讲我哪会知？甚至在他自己的地方，伊可能都毋知倒一条。我讲真正这实在的，所以你讲一定是啥物破坏。
公唔知，有些唔知，有些他真的是诈骗啊。好，要么讲一贯都这代志，你你了解，他们本来就没有传教自由啊。这我想讲，一般你那种宗教界拢怎样？你像佛教区那边都非常非常低调，很多都不敢做用庙，他们都用什么学院啊、什么什么之类去做。这是本来你就要了解，那黑风险本来就大呀。好，你今天说人家那个问题，对了，从我的角度来看吼，我讲不可思议啊！你那是有咧做这类的知影，迄事实啦。那么这个双城论我要讲说，本来这个双城论行礼如仪尔，本来要签啥？签一个小熊猫两岸动物园小熊猫协议，一个智慧医疗，迄靠啥？双城论坛在2010年开始办的时候，迄时讲胡锦涛，好，中国大陆还比较开放一点，所以迄阵是小可有一些成果。好，到了习近平权力2012年上台还好，好，我也要到习近平他比较稳定之后呢，那个整个两岸的那个不是应该讲。伊甲全世界拢无好啊啦，好，所以迄阵就没有什么伟大的成果啊。啊，这届嘛是本来就是安尼，签迄两个啊，加上今天那个华元讲的，我就讲迄物件嘛是让人决定的，所以其实是没有什么东西。起码是讲你民进党政府底下叉拍个台北市拍个密密麻麻，大家注意讲哦，起码有个双城论坛，我本来双城论坛那有这届那有要开啥？是讲你中央甲地方俩差甲密密麻麻，大家都差甲咧。要我要问是讲，今嘛民进党的态度到底是讲，你台北市袂当交流，啊是讲拢无爱交流？伊即摆是意思讲，你台北市袂当交流嘛？交流爱来讲，爱甲我讲嘛。你对话你要来讲，你来甲我讲，你袂当去把蒋万安讲嘛？你蒋万安要甲我讲，我就惩罚你嘛，我来甲你修理嘛。啊，问题是说，你起码我讲台湾吼，跟大陆吼彼此那个敌意深没有关系。要不起码问题是讲，这几档一个问题是讲，陆委会变成自走炮，以前无哦，好，以前讲把别的部会把吼大家小梅都不要紧，陆委会是迄个爱去缓和做buffer的那个单位哦，居然不是啊。你海陆两会自己开嘛？你不要讲，是不是因为假网伤深啊，才来绝网的？不是你这个单位就是不能做这件事情嘛？就像你外交部不能够一天到晚去骂外国嘛？别人可以讲嘛，经济部可以讲说你川普不对，你外交部能讲川普不对吗？张老师，你看法？陆委会伊唔是讲吼，咱会使去谈判，会去交流，你处理所有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事务，这叫陆委会。啊，当然你大陆做人对咱台湾无好的代志，咱当然陆委会当然爱欢迎嘛。就他杨老师讲的说，唔好，咱来欢迎。啊，你一贯道，伊唔是讲去传教嘛？你有啥物政府的证明讲去传教？伊是3个人离室内，你开一个列册，好，老人家讲是上面3书5经我唔知影，4书5经，好，论语、孟子、几寡册，啊，这有放上面话，有去外口传教吗？你大陆你有讲有去外口传教吗？伊并无上面传教嘛，伊只是讲3个人离室内，啊，你就讲离组织，哦，啊，你大陆你宗教组织也有方法嘛，好，所以基本上，吼，我认为讲这交流，你只要讲是一个吼无任何的控制的交流，我相信大家拢欢迎，因为交流的目的是啥物？要害人大家在互相了解嘛，互相信任嘛。信任以后，咱大家相信讲两岸关系，人民之间有相互了解，才会变好嘛。因为这样问题是讲，是涉人禁止海基跟海协会袂使开会，唔是咱台北嘛，是北京呢。那讲这比讲是咱台北的问题，然后咱台北无做好，无依照你北京的意思，然后这问题比讲是来怪咱台北。这是你北京禁止你海协会来跟让海基会交流呢？海基会一直是讲啊，咱希望讲有啥物代志，咱来再谈，再来谈一谈，一寡事务性，吼，一寡啥物一贯道，一寡，伊拢已读不回，都无要插你嘛。啊，这当然是下人禁止要互动、要谈判的这人，迄边伊要负起责任嘛。老师，你讲这时候，我脑海当中就出现咧聊天顶的故事，公不完睡不惊啦。哦，但是这咱啊，即马已经啊，唔知影像是起这个头啊。不过，咱较务实的来讲，
啊，即卖这地是要哪改啊？杨老师，我来讲啦，这专制政权哦，伊上惊的哦，是有组织的这个活动啦。啊，有组织无组织，比方我一个个人，我去大陆宣传讲民主的自由啊，啥物，伊无一定会对我采取啥物行动啊。啊，我若代表一个组织，吼，那你大陆，伊就甲你注意。伊就惊你踮咧大陆去发展这组织，踮咧大陆生根，吼破坏因国家内部的这个问题，吼。伊管到踮咧全世界有18个分会呢，有5个办事处踮咧其他的国家呢，所以伊在伊踮咧国外头咧发展伊的组织嘛，所以你的人来到阮中国大陆的人当然嘛会紧张嘛，伊毋知你的目的是啥物嘛，对无？伊踮咧伊毋知你的目的是啥物的时阵。伊下骹的基层的即款执行的即款公安的即款人，先靠起来讲，先靠起来讲啊！啊后壁的问题，你中央政府去甲台湾讲看卖，发拍人眼去发看卖啊，对无？啊，我是问讲，咱台湾事前有对即款，比如伊管到的导向讲其他，比如我举一个例啦，2022年吼。对，咱这资料底写讲一个叫杨志渊的，有地烟啊，有地烟啊，伊个踮咧台湾创立一个一边一国行动党啊。你这款人，你做代志做到呢，你搁敢去大陆？你唔知影讲大陆对这个是敏感。但是咱也无法度甲讲你唔通去啊。咱袂使甲讲，你甲讲，咱伊若要干涉要去咱自由社会，你要干涉要去，啊你家己要负责啊。就讲咱日本人。去中东去用抬头共款的啊！啊，你家己爱去啊，对无？啊，你政府你嘛都要做一个告知的这义务啊！啊，咱拢无做啊！我节目拢甲讲啊。2016年，师大施新平教授，2018年的蔡金树，伊是这个两岸关系研究学会，伊拢是深蓝的哦，伊拢是深蓝的一寡学者哦。伊做食品交易会呢。有讲你是间谍，你美国间谍，你美国读过册，伊就甲你关起来。啊，实在唔知是安怎，啊，这唔知是要安怎甲讲呢？讲老师，你若即马去的？我去过2届啊，我今年嘛才去2、3届啊。老师平安。无啦，杨老师吼，其他嘛即摆莫讲民主啦吼，真系是。谢你哦，老师。咱嘛是希望讲老师会使平平安安回来啦吼。啊，我刚刚讲对杨老师讲的就是咱台湾的社会韧性啦。吼，咱台湾社会每一个人要去大陆进行，可能爱家己爱趁机爱家己像讲规扭动啦吼。啊，来像这蔡金树诶。蔡金秋咧，伊可能嘛是，我有欠单，我跟你讲啊，有时阵甲你什么动无关系啊？如果有时阵你真正无应该是你去可能做什么代志嘛？吼，这嘛是不排除可能性，但是咱按照讲吼，就是风险存在嘛吼。啊，你讲一贯道吼，对啊，杨老师讲的对吼，因为去大陆去啊吼，当然伊无神论嘛。宗教去遐发展，宗教去遐发展，你爱各有组织目的，吼，你该宣传你的教义，这嘛是当然，你当然讲，我伫咧内底看这四书五经啊，但是问题是讲你的实际行动你做过哪些？你有接触，你有没有宣扬你的教义，还是讲你有扩大组织？伫咧中国内底，吼，这是中国中共上惊、上无希望看到的代志嘛。啊，当然，你讲用台拄啊，三哥嘛讲，用台湾的角度去看，当然咱无法度接受。但是咱要去的时阵，当然咱爱思考着讲家己。我是对人道来看，我甲制作人，阮的人道角度，这70几岁道亲呢，你嘛甲帮忙呢，这。寒天时啊，70几岁。伊可能嘛有水肿嘛，比如讲遐有性毒的这个你甲冷静起来，甲说教嘛好嘛，对不对？我感觉好是。唔是啊，我感觉杨老师都要讲的对了，就是说，你政府来甲阮人讲，甲阮那个家己的人讲，你去遐有啥风险啦？你像这里头唔知嘛？无啦，我讲拢有讲。啊，那像这蔡金秋咧，机场拢有一寡情报。我想讲，一贯到这道歉，伊真正一定唔知啦。无啦，有咧空的。但是但这蔡金秋吼，唔是啊，
你讲错是，我就讲有诶，你只唔知是为啥样，要毋讲你想一贯道迄物件就是。会讲的应该讲，啊，低调嘛有嘛吼。我讲上简单诶嘛，阮真侪阮诶记者朋友就是唔敢去啊。吼，我拄啊讲。何止我看你嘛唔通去呢。我就一个朋友讲，你讲苹果关了多少年了？我那朋友待过苹果旅游，伊就唔敢去啊。看清伊嘛唔敢去啊。你大概在你有讲的拢有讲啦，啊，我就讲这个代志来讲，看讲你家己要去，你早讲你要去大陆嘛，你要去中国嘛，这家己拢有意识的嘛，不然陈世锦就在发假的。对啊，所以基本上我可能干巴色爱变做红色哦。橙色不是讲禁止去，好你大家小心嘛，禁止机场跟我嘛是支持讲去，咱政府哦真正介绍。